台南米展举办到达超过40档，今年报名人数再创高峰，总共超过600个人投竞。竞争台南米展各大奖项甲81万奖金，收件数比去年成长20%，彰显台南在地艺术家的创作活力。那这41年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台南美展逐年的在做一些调整跟改变。那今年最重要就是我们改采线上征件的方式，那总共有627件作品来参展。那我们获选有150件，总共占了24%。今年入选的作品创作题材反映时代精神，表现出当代生活的状态。台南奖的部分，艺术家郭之珍以东方美材作品《慈爱的大地母亲》得奖；艺术家尤振宇以书法作品《蝶恋花2首》得奖。艺术家林泽南以立体造型作品《星火燎原》得奖。那其实，在这几年的得奖作品当中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得奖的艺术家的年纪越来越年轻，而且媒材的使用方式，除了我们的技能之外，他们更会加入了社会的议题，去呼应这个社会的一个现象。台南奖的作品将伫文化中心展出到11月12号，文化局未来将持续为这的艺术家举办展览。提供好的平台，鼓励因继续创作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